相傳連慈禧太后都係佢嘅愛好者，呢道湯先可以從紫禁城一直流傳到民間。而呢道湯其實並唔係宮廷專屬，而係好適合冬天嘅一道養生湯。如果你冬天嘅時候經常會感覺到手腳冰凍、容易攰、氣息差、點補都冇精神嘅話，咁呢一道補中益氣嘅牛肉湯就大家可以試下啦。材料部分，我哋準備當歸4克，黃芪亦都係4克嘅。芥皮、生薑，怕上火嘅朋友記得唔好去皮喎，因為皮偏涼，可以用嚟中和薑肉嘅溫燥感。乾嘅淮山藥亦都可以用新鮮嘅。然後準備牛里肌500克，我哋將佢切大塊。牛肉有補氣血、健脾胃嘅好處，好適合一啲氣血不足嘅朋友。首先，當歸提前用白酒浸泡1個鐘，活血嘅效果會更加好。如果體質比較熱嘅朋友就唔使浸泡啦，洗乾淨就得。跟住我哋將牛肉焯一焯水，然後撈起身，沖乾淨表面嘅泡沫，將焯好水嘅牛肉放喺煲入邊，然後你就會得到一隻對住煲入邊嘅肉虎視眈眈嘅狗。好啦，唔講笑，我哋言歸正傳，再倒入適量嘅水，冚上煲蓋，大火煮滾之後轉細火煮30分鐘。煮好之後，我哋落山藥、當歸、黃芪，繼續細火煮30分鐘。如果係新鮮嘅山藥，就可以最尾20分鐘再落，完全唔使加鹽，湯頭清澈，味道鮮甜。最後我哋可以加啲芝麻油，再放啲薑絲撈勻就可以飲噶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嘅視頻呢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啦。